当来看国内这国会职权法甲死刑释宪案，宪法法庭的判决引起社会讨论。也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伫咧立法院顶一会期内底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法，要求大法官总计要有15个。这会期是搁再提案，讲大法官判决要有2/3以上的同意才准通过。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是批评讲，这根本是破坏宪政体制。 宪法法庭最近做出废死刑释宪案的解说，各界也真关注国会职权法案的释宪进度。也那国民党立委洪晓玲伫立法院新会期搁再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甲目前大法官现有的总额2/3以上参与评议，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做出判决的规定，提悬到爱2/3以上的同意。 以现在只有1/2的大法官做成决议就可以去推翻一个法律条文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严谨度是不够的，拉高大法官的同意门槛，基本上可以就是更具有民主的正当性啊，而不是会有少数的大法官那么就可以做成主导。 洪晓玲顶会期就提出宪法诉讼法的修法，明定大法官现有的总额就是15位。那两版的修正草案拢顺利三读通过，代表未来宪法法庭至少要有10位以上的大法官参与评议，而且要有7位以上同意，才会当做出释宪的判决，甲暂时处分的裁定。因为有7位大法官任期10月31日就届满。 总统府进前提名的7位人选，由原等待立法院行使同意权，那阵拢互封杀，等于是剩的8名大法官暂时无法度进行审理。当然，宪法法庭是停摆嘛，那整个宪政制度破坏嘛，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我奉劝国民党要回复到一个社会民意上面来看待，不要凡事难易斗争，做报复性的行为。 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呼吁国民党团卖政治操作，指出若互宪法法庭停止，这是破坏台湾宪政制度，未得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团是强调讲，洪晓玲委员的提案敢会列做优先的法案，搁等待党团大会进一步的讨论甲确认。记者综合报道。